6月14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個好重視人際關係嘅人，本身你自己做事好當機立斷，亦都有自己嘅諗法。但係如果呢個諗法同人際關係有所衝突嘅話咧，你就會考慮其他人優先。你有一種特殊嘅能力，就係好容易可以覺察到現場嘅氣氛，知道每一個人嘅情緒同埋感受，好體貼其他人，人脈亦都好廣，做事好敏捷，希望可以勇往直前。但好多時亦都會因為其他人嘅睇法，令到自己冇辦法自由行動，所以你好多時會為人際關係咧而感到困擾。而喺感情方面，如果你係女仔嘅話咧，你就會展現出端莊賢淑嘅形象；如果你係男仔嘅話咧，就會展現出溫柔體貼嘅形象。你嘅異性緣好好，亦都好容易中意人。你對你所愛嘅人好好，會付出，但亦都同時希望感覺到被愛。結咗婚之後，你會以家庭為重。而喺性愛方面，如果你係男仔嘅話咧，你就會利用性愛各種嘅招式同埋技巧去取悅對方，令對方開心。如果係女仔嘅話，你會為咗討好對方而積極嘗試一啲大膽嘅招式嘅。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又點呢？喺做嘢方面咧，你好叻，你好能幹，好識得隨機應變，視當下嘅情況咧去解決問題。你好知道乜嘢先至係靚，同埋有一種好有美態嘅感受，好適合從事一啲時尚啊同埋服裝嘅工作。而財運方面又點呢？你對錢呢樣嘢咧掌握得好好嘅，亦都好識得管理。如果你係做生意嘅話，面對一啲決定或者問題，你用你嘅直覺同埋感覺得出嚟嘅結果，往往比你好似計來計去計咗之後嘅結果咧來得得心應手。